你想唔想腦筋靈活啲？最快嘅方法可能就係逼自己用笨拙嘅左手。冇錯，你聽日就可以開始，因為科學發現，想聰明最快嘅方式就係多用你唔慣用嘅手。咁試想下，呢朝早起身，好自然就用右手刷牙、洗面、拎匙羹，呢啲動作你做咗幾十年，熟到可以一心二用。但呢份熟練呢，正正就係問題所在。你睇大腦咧，已經將呢類動作咧設定成後台自動程序，幾乎唔使點用腦嘅。點解會咁？因為你嘅大腦係消耗好多資源，佢為咗慳能量，會將重複過千次嘅動作外判出去，等主要資源處理新事物。但係代價係長期唔用嘅神經連接會被當成垃圾線路拆走，叫做突觸修剪。研究發現，長期只做單手工作嘅人，非慣用側腦區會薄啲，等於提前衰老。相反，當你逼自己用左手，會立即觸發大腦嘅渦輪增壓模式，右腦葡萄糖消耗急升，釋放更多幫助學習、專注同記憶嘅神經遞質，強制升級你神經信號嘅傳輸速度。具體點做啦？好簡單呢，每日3次，每次7分鐘就夠。第一呢，朝早用左手刷牙洗面。第二，中午用左手食一啲小食，例如剝桔、扭樽蓋咧。第三，夜晚用左手喺紙上亂畫。記住，每次要隔開4小時，等大腦有足夠時間恢復，刺激先最有效。7分鐘係黃金時間，太短唔夠，太長會攰。由今晚刷牙開始，感受嗰份笨拙同唔協調，呢種感覺正正就係你大腦神經網絡喺度升級重組嘅信號，俾啲壓力自己，大腦先會成長。